好，我是照顾人家护理师。很好。请问你名姓是？江俊凡。请问你家出生年月日？民国79年2月30日。好，冇问题。我同代表人身份辨识授权，先同测量生命真相，等下询问你家基本资料。来，我同量血压，同量耳温。你家耳温是入死36度，冇发烧。手术压是126，手掌压是76，正常。我简单同小解病房环境，列是呼救铃，那是有事情，请按列红色按钮，不是得同护理站直接讲法。那是无生意一道爱养选，冇关系，同我们说明是好。偏所地图也有一个呼救铃，那是在偏所发生状况，唔直接按铃，我们是否过来？好。列片是床头灯同小夜灯，暗部头是得使用。好。接落来，我需要做入院护理评估基本资料。请问，你家最高学历？大学。结婚了是冇？嘿。另晚是自家一家人带，还是同屋企人共下带？我同爷爱姑娘共下带。平常有乜嘅内科疾病史冇？有些乜嘅药冇？像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等等。综合冇。好，请问之前有带烟记录冇？请问是乜嘅血型？冇带过烟，我血型是 O 型。另外，请问你屋企人有内外科疾病史冇？是像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。我爸列片有高血压嘅疾病史。好，请问会对西药注射或者食物过敏冇？唔会。请问之前有手术过冇？冇。平常有吸烟、吸酒或者食槟榔冇？综合冇。列摆带烟原因是？我是农业搬运车跌落来，砍到脚。是脚个。古人讲，人忙路，脚生路。人路唔会行，食水都唔得到哦，脚要好好保养啊。罗啦啦。所以唔是直接来结证实。我本样送我过来嘅。确实日期係金币。嘿。我看一下，唔觸上界部位，是得天筒冇？你腳去天筒看。好，你個彈性繃帶有凸顯冇？唔會，嘟嘟好。那係繃帶凸顯，或者感覺唔好，是同我哋講，我哋會同調整。請問，唔係腳本樣係冇？嘿。請在列張單有註明打叫嘅所在簽名，請留你個電話。或者張先生本人嘅電話，列張係遺稿記錄單，表示已經為人哋說明疾病方面嘅遺稿同環境小解。一位請簽名。好，護理師羅蘭。莫客氣。